甩尾，嘿，嗨，哆啦 A 梦。你看我这台车，跟我融为一体呢。你有反正有一点仔问题呢。嘿，使先紧嘿，煞拗去，但无拗去，爱坐火车啦，坐火车啦，坐火车哦，嘿，我4练的，你这100外练的吼。100外练的啊，哇！足够追的啦。今仔你是要去佚佗的？啥哪佚佗？要环岛。要环岛。嘿，即摆环岛长时行。环岛长时行，流行的意思是不是？嘿，流行。因为大家拢伫台湾内底。我介意开车。我介意坐火车。坐火车豆豆控吼。所以咱今仔日是要介绍坐火车环岛。唔是喏。啊，无开车。啊，伊的练啊，拢比咱的较少。安尼，今仔日吼，咱要介绍2练的啦。嘿，2练的吼。咱今麦咧就来邀请头一位领队来宾林宗兴，宗兴哥，欢迎。哦，帅！哦，今仔日穿这束缘投哦。大家好，我是宗兴啊。看我今日穿个这色趴，就知影我是党基旅行团的领队。哦。骑车对我来讲，党基，喂，党基啊，是啥物？党基啦，党基啦，歹势，我倒头。台语无好。骑车对我来讲是真正最重要的代志。我人生中第一张专辑，就是因为骑车去环岛所写出来。我熟悉真济党基的歌曲。所以讲要找专业的党基导览先生，问我就对啊啦。水。今日要介绍这位导览先生真特别，伊打21岁，而且佫是一个辣妹哦。一个辣妹，对高中开始介意党基，对18岁买到伊第一只的奥多麦。你若看过伊骑奥多麦的帅气英姿，一定马上互伊圈粉。马上就来介绍这位。热血女骑士戴凡萱，哇！辣妹驾到！大家好，我是戴凡萱，我今年21岁，啊，不过我是一个真爱骑车的查某囡仔哦。今日有信心无？有，咱来呼一下口号，好不好？骑车来环岛，你讲好唔好？好。我倒一个。还没开始啦。这给个机会，你袂使安尼。袂使安尼哦。袂使安尼，看到辣妹就起笑。来，你来。我要抽。身份证摕出来。我有18岁啦。你有18岁？我有18岁吗？有。妹妹啊，你爱较细哩，怪叔叔吼。你21岁。看袂出来呢。真的吗？你这细粒子啊，你你骑到这大只，你敢打着头壳？我打得到。打着头壳。你试看。好，我骑互你看。你骑我看。啊安全无敢卖。无你甲我骑一个。我甲你骑。谢。就安尼。安尼哦。系啊。爱安怎发动？我发动互你看。这声音最好听啊！我会使吹一个无？互你吹一个。你袂往前啦？袂。安尼好。快起来哦！这个声音最好听的呢。最好听的有够爽的。你敢袂使安尼讲？会使。这是当地迷人的所在啦。心中砰砰跳。迄个声哨，对无？哦，那你要甲我载，我爱安怎坐较好。伊无甲你载啦。你想要坐看卖是不是？一定爱看座。看座。哦，这个画面。啊，敢卖就是天若有情啊！袂当破的，是怪叔叔。我叫安全岛，我扭。他咧放风吹。这有够趣味的啦！水，赞。帅好，安尼咱先来坐。我等下想要问你一个问题。好，你问。你感觉骑党机上介享受的是倒位？
我会当看一个真侪足水足水的风景。阮住伫台北吼，台北真侪拢是大楼啊，拢无其他足水足水无共款的风景，所以我真介意。坐火车嘛，看足水的风景啊。啊，毋过迄是伫咧关伫咧车内底，啊，你若是徛动机，会当吹风。咱看是全视线呐，全视线在台语咱讲啊，四界拢看会到，四界拢看会到啦，无什么阻碍动的。咱赛车爱坐火车，拢会冻掉的嘛，对，啊，骑车的感觉是完全无共的。安尼我了解。后一个嘛全视线的，后一个嘛全视线的，咱出来车边。嘿，邀请第二位领队来宾林彦君，欢迎。今日嘛无18岁。大家好，我是铁马领队，今仔日林彦君要来介绍我骑铁马的代志。啊，今仔日吼，莫想讲我是安尼细粒子，敢若吼无啥物志气，无，唔对。我骑的呢，唔是迄速度车去买菜的，我骑的嘿是专业的公路车，佮爬山车。恁敢知影台湾有一个比赛叫做 KOM 无？敢知影 ？King of the Mountain， 这个比赛呢，足歹骑的，嘿，迄陈汉典哦，3届拢无法度完成。你搁甲讲出来。嘿，对，我头一届我就完成啊。厉害厉害！嘿，我是感觉我已经足厉害啊，啊，毋过我今仔日这个导览先生搁较厉害。伊吼是阮迄环岛界的先摆，大先摆。啊，今仔日吼，伊来到遮，真正是足厉害的。伊65岁哦，啊，伊13年前才开始骑车哦。嘿，啊，毋过吼，伊已经去世界耍啊。伊吼感觉环岛已经无法度满足伊啊，伊开始走外岛，哦，走日本、世界去耍，搁带朋友去耍，啊，搁动装备的哦。动装备。嘿，伊爱去家己扎迄白棚、布棚，安尼去骑车的，对。好，来，互阮来邀请这位银发旅行家阿弟兄。哇！这65岁，看袂出啊！这超45岁尔吧？大家好，我是黄顺德，大乡家阿弟阿兄，多谢。阿弟兄，你准备好啊未？准备好啊！佚佗。大家骑铁马来佚佗，耶！无默契哦，无默契，哎，机长都无骑到。你准备好啊未？准备好啊！好，来。佚佗，大家骑铁马来佚佗，耶！哦，阿弟兄骑坐。这真正有咧骑铁马？有啊，你看伊的小腿，真正骑铁马拢头生安尼。哦，安尼你嘛有骑铁马呢？记得骑铁马，记得组合者。哦，你无输咧，有哦，迄小腿肌有看到无？侧面，这是成果啦，无咧讲骗的。真的我无车，嘛无奥多麦，我干那铁马。真的哦，真的。你铁马唔是互人偷去啊？去用偷，我两个去偷去啊！你嘛去用偷去啊？我常常去铁马去用偷，因为我拢平单锁。哦，我锁两个锁，啊嘛去用偷去啊！啊，我最近有找转来啊。我找转来。系啊，把人把我找转来的。啊是讲阿弟兄吼，你今年65，袂骗你。一般这个年纪，唔是家己骑，是伫咧厝啊看孙仔咧骑。对，对无？顾孙啊，对，顾孙啊，你哪65岁想讲要出来骑铁马？爱我就要叮当。爱我就要叮当，重要。哦，啊，你骑铁马，搁骑到外国去？有啊，他去日本日本跑北海道总骑过啊。北海道足水的呢。对。你偌久啊？我去是上少1个月。啊，倒来要坐全部北海道是2个月，因为我头骑，头耍。啊，伊吼去日本耍啊，佫是动装备哦。动装备是啥物？啊，家己扎迄行李啊，啊，拢放喺铁马顶管。但是你拢穿一种装备，拢足薄的。
无你要看天气啦。对对对。你看天气一般去外国，咱主要是爱家己身体顾好势。所以你早暗就要穿风衣嘛。哦，啊有当你暗时啊要困的时阵，你来戴迄个毛线帽，哦，放喺头壳顶。安尼，啊所以讲骑铁的路线就是食穿的、用的、困的，拢对你行。哇，所有的物件。爱看天气啦，啊无你若寒人去北海道骑铁要穿安，骑变鸡仔冰呢？对呢，也落雪呢。哎呀，啊你若骑伤紧吼，迄风足湿，这足大的，啊就会搁较寒。对啊，啊。你的正装旅行是有偌大包的物件？一般来讲，铁马甲装备差不多35公斤。是用海底差不多一个无歹啦。一般讲是咱阵啊，提物件较济，咱就有只拖车，铁马拖起行。啊，阵啊物件较少的，咱就放喺地下底，吊喺咱的后架啊顶头。吊咧别人的车顶悬啦。哦，跳。哪有迄个家己咧载？啊，所以你若骑重机的时阵，你敢莫载遐济物件？我无介意载遐济物件，我足巧的，我就是正经我去环岛的时阵，我就是驾7，就是比如讲我有家己规划，讲我今仔日台北要骑到新竹，啊，我要伫新竹住一暝，啊，我着新竹住的所在附近找一个超商，啊，先甲行过。我就唔免家己拍啊！这较巧呢，这以前我拄过啊，拢拄过。嘿，啊，愈骑是愈重。唔是，我搁会甲行转去。沿路要乌命过。对了。啊，你是安那只细粒子啊，要骑遐重的哈？就是有兴趣。有兴趣。嘿，啊，就是看别人做引导的。啊，你爸爸妈妈敢会支持？一开始阮爸爸是较反对，伊感觉查某囡仔就是莫遐危险嘛，啊嘛是一种欢乐，啊我就甲伊解说讲，一寡安全的知识，甲伊讲，啊伊慢慢了解我家己的兴趣了，伊就有支持我。你敢有甲伊载？我无甲载过，啊毋过我有教伊要安怎骑。嘿，迄若是阮查某囝。我锁匙就甲等掉。身材遮尔好，爸爸会烦恼，爸母会烦恼啦。那恁查某囝讲要骑你，对，我锁匙嘛甲等掉。对啊，我咧骑车的时候，阮爸爸妈妈就介反对的，一开始的时阵，我讲无啦，我就骑未来我会好啊照顾家己啦，会注意。爱注意啊，注意安全。对。啊，是安那你要甲家己穿甲那汉堡神偷？你敢知影啥物种的人上介意自由？什么种啊？渴望自由。我穿这组先对哪来出来无？哪来出来？我叫做刺青，突好，乖乖哦。不是，我来解说，这是一个当地的次文化。伫咧美国啊，一寡较叛逆的，一寡车友啊，因就想讲，我得爱自由嘛。啊，我今日也穿一束环领的衫出来骑车，是毋是？一边骑车有种得欢的感觉，心内就感觉我更较自由的感觉，你知无？逃犯啊，得欢的感觉，对啊，所以这一个趣味啦，系啊，一个 lifestyle 嘿。我会记我读高中的时阵啊，迄时拢咧联考嘛，嘛是做物质的。啊，休落来的时阵是讲，我甲阮厝里讲，我要去环岛。我母啊，就行一条，讲你去环岛，啊叫派人掠去要安怎？毋过阮爸做好的就偷掖钱互我，较紧出发。啊，你有安尼17岁哦，30当前都咧写一个，早一本诗，一个人哦，一个人啊。哦，你早一本诗集足浪漫的，佮一直写台南高雄屏东写到台东的时阵，本来你看这，又看到外口，窗仔外带一条太阳水，一边是山，一边是海。哦，所以人讲当大人，咱去环岛当大人。真正是文青环岛。你迄环岛真水，但是大牌环岛，我甲你讲伊的方式，我唔免练啊，我是用海流。你海流环岛，水海环岛，真的也可以哇！但是一个不小心我就去菲律宾啊，还注意那个季节。你看，对啊，啊是哦，哇，这厉害呢！这是肯定啊，这是朋友，老熊黑水沟，
翡翠沟嘿，老是上强的，系啊，但是咱要上岸啦，对，咱即摆要开啦，咱两练的啦，嘿啊，两练的，安尼无咱党机先来，好不好？好，有请凡凡，欢迎来。大家好，我是戴凡轩，我今年21岁，我想要甲大家分享我骑重机的故事。真正厉害，真正厉害。大家好，这是3张相片，就是有安全帽啊、手套，甲有车靴。嘿，这3张就是我头前甲主持人讲过嘛，阮就是爱骑车爱安全，所以这3项就是我若出去一定会骑的。啊，有时阵较平淡就会骑，穿这嘛是悬悬的，嘛是保护骹。嘿，一张。这是我正经，我是咧重机店上班，这是阮迄阵拍迄个形象照、宣传片的时阵，我骑的车嘛是即款的装备安尼，嘿，一张。这是我平常时，这是你，嘿，这是我的车，这嘛是我的车，这我顶一台。真的咧。像你有几台重机啊？我换过4台，我即马干那1台。我是为18岁开始细台换大台，这是我第3台。嘿，你的梦想车是对一只？我梦想车是迄就是你路会看迄个人拢穿迄个死皮的迄种哈雷。死皮嘿，今天钱哪一边因为骑哈雷足够有胡臭的啦，安尼较顺风啦，对啦，无会湿啦。流苏，海大地安尼，随风飘摇。甲恁介绍，我我正有骑过的路线，我环岛过3遍，嘿。这是我的路线，为台北开始到台中、台南、屏东、台东甲宜兰，就是一天一天停的。我的经验是有骑过7天，嘛有骑过1天24点钟的。我后壁会甲恁讲。Oh my god， 这厉害！这是我若是环岛，我想要甲大家推荐啦，就是北回归线的标志。台湾一共有3个北回归线的标志，这是伫咧嘉义，伊边仔拢是。鸡仔啦，伊无像花莲共款有真特别的小吃。嘿，我后壁嘛会甲恁介绍。这是花莲遐，花莲就是较阔，边仔是海花。后一张，这就是我伫咧花莲迄个海花线食到的马告香肠。哇，少香的，少好食的。这就是伊咧准备的时阵，我感觉真粗糙，就是嘛是甲翕起来。分享我的环岛的迄个回忆啦，一张，好，这是嘛是我伫咧花莲台东遐迄个海岸线，就是骑车看到正手柄，袂歹水安尼。这是阮的，就是阮3个朋友做伙去骑车，嘿，阮介意说少啊人去啊，伤济就是爱顾东顾西的，较时间较长，嘿。好，就是这是我伫咧花莲台东遐的分享安尼。这个是台七乙，我甲大家分享这个路线是，有时阵你若无想要像我第2张安尼讲的，要环岛规工的，规个足远的，你伫咧北部，你会当有一个真有名的台七乙，伊是一个山路，嘿。阮若是伫咧山路走山，就是一个路线，为三峡的大埔到桃园的。复兴，嘿，就是阮骑车，就是有一个车队，山顶啊有真厉害的追焦手，伊会甲你伫咧骑车的时阵，甲你翕相起来。追焦手，嘿，伊就是专门就是周末的时阵，因拢会伫咧一个，你讲一个山区，一个弯道的边啊，来一区，过来的摄影师就会徛伫咧遐。重机一台安尼过，伊就伫遐追焦安尼。一般这拢是交通警察呢。不是啊，我常常嘛有收到相片啊，一张拢3000啦。伊免钱，我收过6000的。迄真个免钱的啦，伊遐就是摄影师翕袂了，伊就传输到一个社团，嘿，你就固定车友就去社团，
今日有翕到我的相片，有真好诶，有真好的啦，真的啦，我甲你讲，这免钱的啦。困难的。我有一个摄影师叶雅书的朋友，伊足介意翕动机，嘿，啊，我有一届甲伊做伙去。我就想，我就想讲，我来无，系啊，我就想，我来翕看卖啊，我翕到拢啥物拢无呢，人拢走去，你就当地就无。因为水袂够，水袂够，伤紧啊，紧，就是像安尼有速度的，啊，伊真厉害，就甲你的录影甲你的车就伫遮，嘿，啊边仔就是安尼想一个就过安尼，嘿，这就是头拄仔我讲的迄个山路，伊有一间真好食的咖啡厅，啊伊停车的所在真快，啊伊嘛真水，有一种。美国的复古风，嘿，就是这是我伫遮，啊，毋过重点是车，甲车毋是我干嘛是甲恁介绍安尼？后一张啊，这就是因真好食的物件，就是汉堡，啊，个薯条，是伫遮会当休困。伊差不多伫咧桃园的复兴遐，所以嘛是一条线真近，差不多30分钟就到啊，嘿，啊，这是一日五岭，就是阮为北部开始行山路去五岭，五岭大家应该拢知影，就是真悬的合欢山遐，嘿，啊，阮就是为紧较歹行的山路，为迄个安溪国中伫咧三峡遐开始行到最后到五岭遐，嘿，这是一个路线，阮经迄个足歹行的山路，啊，迄个山路伊真正足特别，阮。本来是拢是开车才知影，阮为北部去到宜兰是一定爱开高速公路，啊，毋过阮是骑山路就到宜兰嘛。伊一边是桃园，一边是宜兰，啊，我感觉真特别，嘿啊。伊除了头拄仔讲的迄个宜兰甲桃园以外，伊阁有一个777的路线。777。即马网络修发展啦，大家拢迄个就变做一个真有名的所在。嘿，777的。啊，有888。啊，这你敢捌骑过？我有骑过888。888。嘿，嘛是为台北啊去五岭的中间，嘿，就是有真种路线的选择啦。333，哦T23，嘛有 T23。这是迄个五岭伊顶悬的迄个牌的，大家嘛是去遐翕相。啊，我迄阵去的时阵人真介济啦。对，即摆已经无啊。即摆已经伊伫咧整修。嘿，啊，最后我甲大家分享我一个秘境啦，就是有骑车头拄仔耗子甲我问讲，阮为虾米会介骑车？就有真济无共款的风景。啊，我这是骑乌多摆骑重机去的，伫咧台中的太平区，嘿，伊是一个原住民的部落，啊，顶悬就是巨人之手，伊真特别就是一个山上，一个上，啊，嘿，伊有手嘛有脚，就是互阮翕相啊，伫遮你看我。伫遮敢若真细粒的，这是我家己真介意的所在，啊，我甲大家讲，嘿，啊，恁若有介意，会当去骑看觅，骑铁马歹去哩啊，骑重机较好去。你去过？去过啊！你嘛去过啊？去过啊！哦，我今仔日差不多就甲大家介绍到安尼，多谢大家。拄则讲你骑迄山路，你拢经迄足危险的嘿。挑工的啊，挑工。你若爬平就无聊的。对，其实我嘛最想要挑战一个叫做咱叫破地瓜路线啊。破西瓜，破西瓜，同款的意思。哦，破台湾地瓜啦。因为环岛咱就是对外围安尼骑一边，迄好骑啦，讲实在好骑。啊，你若讲较歹骑，真正是对中拢骑山路安尼骑一，对破西瓜的路。骑7天拢无一定骑了。所以真正会使讲为台北打来直接破落破到屏东、垦丁遐。有这条路线，有这条路线，骑脚踏车嘛有啊，骑铁马嘛有。对啊，脚踏车嘛会使，铁马嘛会使。嘿，真的，骑铁马唔就差不多骑1天半。无啦，你要算的时阵，一般讲安排15天啦。哦，爱到15天。对，哎呦，因为就做爬山的，迄困伫倒啊？困在路边啊。哎呦，真的路边啊，大半房困在路边啊。嘛会家己爬。对啊。山路的1公里，交平路的1公里，差足济啦，对啦，哇，差足济。
我那真挑战的呢。是是是。哎，困在路边，暗时啊徛，边仔那一只鱼。黑暗吼，迄暗拢看无吼。我嘛有一摆，就困在迄路边，起床的时阵。发现是蒙阿波，我就哎呦，定有啊，其实定有啊，哦，嘛是有，但是即摆囡仔拢是看手机啊，上 IG。是。伊若是我的查某囡仔，查某囝，我会感觉足骄傲，因为伊真正有旅人的思维呢，伊有去做功课，去规划呢。就是。我爸爸有甲我讲，伊以后要退休的时阵，要喊我做伙来去环岛。哎呦！啊，毋过我会惊，伊都徛差不多30尔。哦，好，莫有对，我来讲，叫对阿弟兄啦，阿弟，你讲爸爸介绍者，我才带伊去环岛。对，你即马甲介绍者。来，欢迎阿弟兄。大家好，我是黄俊德。今日要甲大家分享的是KTV旅行好康好耍的所在。KTV 好处是一句车啦，比如讲伊的 TV 介绍是较省，比讲骑重机甲奥多巴的消费会较简单。而且哦，你沿路喺 KTV 的时阵，你的一个风景区你袂绕高去，因为你会使随时落来动来看，动来翕相。所以 KTV 是足适合讲咱来慢慢徛、慢慢耍的方法。啊，今日咱大家讲用 KTV， 一般来讲坐全岛，就是讲坐台湾本岛，迄是较有体力。啊，今日要来介绍的是坐三岛。三岛就是小琉球、南屿甲日岛。伊这三个岛呢，伊的共同的好处讲会使耍水，嘛要畅水味。都来看5光10色的鱼，而且这三个岛伊的地形并无悬，所以适合一般咱KTV的人。我是要安排，就是要互咱大人慢慢徛，大耍，好好看，所以安排是8天。啊，这8天的，你只要讲规个好势，有人讲是安怎，你若要一小就开始徛，咱我伊大档啊开始徛，因为。这船只船帮，刚有法度伊后壁有伊讲去南屿、去日岛，啊，然后去伊个富冈渔港。啊，这路线较歹徛，就讲这段时间，这段较歹徛，较了时间。啊，咱阵也袂晓规划人，你嘛再拣一个岛。这个岛时哦，咱来悠闲大头啊徛，免赶时间。徛完的时阵，你就会使感觉讲哦。来外岛 KTV， 甲本岛 KTV 完全无共款，因为你浸的海风，甲闻的海水的味是完全无共款。所以咱今日要介绍是咱环岛的第一站，就是这小琉球。因为这小琉球，咱环岛是也大家建议讲，咱怎要徛吼，咱就要反时间的方向。为安怎啦？因为反时间的方向，咱人是徛伫海边啊，所以咱要翕相、要看风景，免过马路。你因为是靠正边，靠正边，咱KTV靠右嘛，靠正边，所以咱这样伫我海边啊，咱翕相去看风景，最安全的。是。啊，所以我到小琉球的时阵，我会去三福生态园区，遮会使看足大片的海波啊，甲掠迄个花条啊，花条就讲弹涂鱼。这就是花条啊，这花条啊，这一般人讲袂。一般人看唔知啊，一般讲我弹涂鱼，弹到美国去也是弹涂鱼啦。花条啊，对啊，因为身躯花爱淡仔跳，对，跳，迄花条啊。爱耍水的人，会使去花甘石，遐会使畅水味，会使掠沙马啊。啊，你怎较兴趣的？你会使半暝啊去洗岛，你会使感受咧黑暗无助迄种心境。啊，你会使听到海涌的呼声。我爱看到天星哦，你种放空的感觉是伫台湾无享受的，因为无光害嘛。尾暗暝时阵，我就骑车去落日凉亭遐来看一下日出。哦，这日出哦，风景真水。因为这看又无去，无啥为别种的迄个建筑物来掩放着你嘛。然后暗时啊，你就去威尼斯海滩，听
海鹰的声音啦，啊，甲看天星。啊，然后过年间我会骑车去看日出，啊，日出了顺续写节，这倒倒写一届，会使看原路的路古照。啊，然后上重要，咱来到小琉球，咱要转的时阵，唔通袂记当地好食的脆食面啊，趖仔卷。来，有准备，来，麻花卷哦，嘿，这就是趖仔卷。小琉球的一定爱食这。我要贿赂一下。大家做伙，贿赂一下。做来。哪食哪看，哪听。小琉球小琉球名产啊吼，这是名产。较细条吼，你遐现钱的。这个烤面，这椒盐，椒盐，加芳甜甜，哪听过？然后咱去小琉球坐船啊，踮东港，要起开去南部的时阵，咱会先迄港会先骑到四田溪温泉。这段时间，这段路途超65公里，是咱西三岛吼上远的所在，行上远的时阵。啊，伫个到这个四田溪温泉以后，有迄个公共浴室吼。会使互咱泡温泉，咱来会使消除咱即工的疲劳。后壁有渔港，要等船啊，要去坐南部的时阵，唔通袂记你食当地好食的沙西米。你知这盘偌济无？偌济？这盘偌济200块。 200，过来偌济250，差不多200。一地5块。哇，好少一地5块。安尼一地5块。哇，这日本料理店一地差不多嘛要80块。哎呦，青的话，那一地5块成下嘛？你甲算几地呢？你才地对，我这40地。安尼200。西瓜还是鱼吧啦？哦，这真正鱼吧？哦，这有够唔是西瓜哦，看你西瓜啊，搁青搁熟。啊，你一张来。啊，咱坐船啊，伊后壁坐船去到南部吼，跑啊2点钟的时间。你就会互伊一个，足，互你一个难忘的记忆，种伊遐羊啊比人较济。你会再看到迄羊啊，3不24个啊，伫迄个桥顶头咧看海啦。啊，也就无伫山坡伫食草，无伫行路公说，无伫伫倒咧裤骹底下暖迄面暖。吼，然后你只下看到岛屿就足有特色的山斑啊，或者咱讲的独木舟。一般大人咱看讲山斑啦，然后你讲你环岛伊这海山中，你会使看到造型足奇怪的一寡路古照，这是大自然鬼有孙讲的手艺，互咱感叹讲啊，万物创物就是遮尔水，遮尔好看。啊，然后你嘛再带一个公啊，坐一个沙坡啊，看到这太平洋，这景时阵，你就想讲啊，沧海一粒米。咱人是足渺小的，对，你的心态就会改变。我感觉吼，兰屿的海水的足清的色水，色水是敢若蓝香的迄款，蓝香，很化学，很紫蓝色迄种。对，迄款的。嘿，太平洋足清气的，才有紫色迄种。我感觉兰屿上界神奇就是伊迄个发呆体。哦，你真正一坐入去，你就开始要读。真的足神奇，我无甲你骗，一坐入去就骗。啊，然后咱来到上西三岛上尾沙无反应，接了倒，就是迄个绿岛。啊，绿岛以南部到绿岛大概90分钟的船班。对。你到绿岛了后，咱就从咱就骑去到基北农业区，或者伊个公式的农业区内底，咱从这物件赶放好势，然后咱就在骑铁甲这附近的丢入温泉，伊边仔有一个帆船比的大草坡啊，这是山顶尾溜的啦，你行去哩。这是佛珠哦。无，这个所在你才看到日出甲日落两种无同款的景色，啊，这是地景艺术。这日本人做的地景艺术啦，我们来讲阿弥陀佛珠啦，对啦，大佛珠啦，对。啊，然后你去山坡啊看落去，才看到丢入温泉，这就是全世界3位有的海底火山温泉。啊，佫会使迄煮迄卵对无？啊，你去家也在泡温泉，啊，会使要卵，也使要番麦，加煮，你也再食温泉番麦滋味，这是你台湾食无到的，除非你爱去别位。所以哦，这我是建议讲，你大家有时间会使去遐看，啊，会使泡海底温泉，
海水温泉，这温泉是咸的。对。哦，所以要做这个温泉是咸的。哦。然后，咱日岛有一寡较以前的其他所在，人怎较无人去过，这就是从古早的日岛的灯塔。哦，这灯塔是荒废，但是伊是一个地标的指示啦。然后咱嘛会使去以前关于政治犯的，这叫做加甲，怎会改做林权迄个文化中心啦。哦，所以这个景点讲会使，互咱去坐大头看。然后过天光哈，咱就以日岛啊徛伫条顶到台东的渔港，然后渔港就讲徛伫到台东火车啦，咱坐迄个台铁的2铁的列车，咱转来厝的温暖的厝，所以咱就完成这坐三岛这美丽啊好耍的行程。所以大家你有时间，你来去试看卖啊，多谢大家。谢谢，感谢阿德兄。拄则阿德兄，伊迄张相片咧看海，啊伊讲一句我感觉足好，我讲你看看，你感觉啊人吼啊，就是啥物，沧海一粒米，对无？沧海一粟，沧海一粟一粒米安尼才生命。所以你甲旅行，我感觉上个定位就是讲你的世界愈看愈大，啊你会感觉我是咧烦恼啥物？我烦恼到一点点，我哪甲伊放较遮大？吼，头壳歹，是毋是安尼？爱行出去，爱行出去。去外岛是要放空啦。放空，啊去充电啦，啊电下伊才有开来咱趁钱。啊是讲吼，人长期有徛来，啊你的体味敢有？有啊，我的装备嘛有插来，冇插来。伫倒位？伫倒位？来看一下，来看一下，来。哇！跳沙岛就是这只吼。这是伊的阿德兄的。大家来看一下，哇，欣赏一下。这就是你的法拉利是不是？啊，红色法拉利。哦，这专门订的法拉利吼。哇！这你家己订的，这色水嘛是你家己选的。嘿对。今麦会使体味拢家己选咯。当然啦，客制化，定制化的。啊，这体味食、穿的、用的、困的，讲第一只。哦。所以这是什么？这是困的。哦，你甲拍开就是困的。无，这内底做困的苗伫一包内底。了解。啊，因为这是太阳能发电板。哈，是哦。到位。这是太阳发电板。你讲这地？嘿，这地对。所以你这迄日头安尼甲照咧，啊，伊就发电。嘿，发电。啊，你这就变电动的。无。啊，无钱啊。他买打脚力发电，买打脚力买发电。啊，无伊发电是要发啥？因为咱手机啊 ，GPS 啊，咱手机啊，甲咱个电话吼，讲是爱充电。啊，咱去的启动的所在，不一定有通互伊充电，无互伊插电充电所在。这车就是食的。我伫炸才侪食的哦。这香呢，啥拢有呢？咖啡、磨豆机，这享受的。哦，真正。煮饭的野炊用具。这就是咱切菜要煮饭的所有技师用哦，贵州的呢。啊，这后壁就是菜店。啥物拢有呢。赞。你讲伊即台讲名车，就是伊的厝啦。嘿，这个咱厝，会叮当的厝啦，会刷叮当的厝。安尼会足重的呗？安尼起来差不多35公斤啦。35公斤，我无骑过呢。安尼靠自去骑。这敢骑会叮当？你哪是？喂，我试看卖。你试看卖。你，好了，卖免叫啊，卖免叫啊，要甲砍落就砍袂叮当啊，35公斤真重啦。对啊，35公斤，这相当啦。爬路会使啦，啊，不过迄爬山实在是伤忝嘛。哇，哦，伊只阁有一只摄影机呢，会使记录吼，去旅行的记录，听起来真正足享受的呢。真正享受啊！伊的生活拢伫咧路上。是。伊拢不爱登去厝，拢付房租，拢不爱去做，不爱去住，领导。可能吼，说啊吼，较赤啦。你干嘛在创啥？你看你的啊！之前有教我去拜2个月。啊，2个阿某就是咱大早起大早送。伊下阵咱若徛一早来休困，咱就来休困。啊，徛忝，咱就变做继续徛，咱就打休困就好啊。浪漫。对啊。迄若我就坐咧后壁。来，请坐。啊，咱即摆要开放大家报名。做歹挂的呢。报名。
第一个路线是骑重机的，重机，第二个是骑铁马，家己选择哦，来哦，报名开始哦，进2、3，阿妹，大家拢骑铁马，那安尼，那大家拢骑铁马，啥啦？我讲一个良心话啦，你骑重机的，我骑重机的，钞票，你那安尼啦，因为我。平常时爱骑重机的时阵，我骑经过一寡山路的时阵，经过一寡环岛的一寡足水的路线的时阵，我拢有看到骑脚踏车的车友伫边仔安尼骑过。其实我骑过的时阵，我讲，我有一天我嘛想要骑脚踏车来环岛，还是骑来共款风景足水的所在。俺讲骑脚踏车是真正较有一种慢活的感觉，所以我即马即个阶段啦，是算。较少年嘛，先骑个重机爽一下，对。按讲，等到我可能40、50岁的时阵，我嘛想要像阿德兄安尼，对啊。真好，要骑脚踏车。我看到的是，伊是一个足无义气的人。无义气。喂，头上有咱群真心的领队。今天你招票，你招票呢？阿妈卡咱点了。你无。是不是有加分的？我甲你讲，安尼你爱加分者。你也加分者，好不好？我加分者。邮票者。我甲恁讲我的故事。来。我因为骑重机，妈妈嘛爱骑，妈妈带我做伙骑。嘿，是恁妈妈？嘿，阮妈妈。是恁同学？嘿，阮妈妈。伊就是看我骑，我朋友骑，朋友常常来找我，伊就讲。无你去找一台细台我会当骑的，因为伊嘛细粒子，伊差不多155尔。我就好，我就买一台互伊，就是为一台。嘿，细台。嘿，友好。我因为我爱互伊介意我的兴趣，我一定爱先甲伊骗。拉拢，先甲骗，就是互伊嘛介意，即马嘛真介意，嘛熟悉我真侪车友，拢做伙骑车。你敢有讲安尼骑，边仔加一个男朋友甲你做伙？哎呦，爱情的。真正做无说你，真正有呢。真正有。就是这个。嘿，就是这个。伊的车就是这只，嘿，伊这只伊的车，嘿。无简单的，阮某叫我要翕种相片，足难的。我叫阮某交往12档才结婚。12档迄个时阵，我骑奥多麦，我要去对，伊就对我去对。我一结婚了后，我讲后礼拜咱骑来台南佚佗啦。讲你家己去就好啊。就无爱坐奥多麦。真正是爱情的坟墓哟。对，这歹讲哦。来，你来一个。我看到因男朋友嘛，来，欢迎因兜假呢？恁斗阵偌久啊？3个月。才3个月，无怪啦，嘿啦。拄则庄英兄吼，伊讲吼结婚了吼，伊讲伊要去倒，伊就无爱倒，你敢袂安尼？应该是袂啦。应该是袂吼。这段有甲你录起来哦，嘿。你讲无做你去？证据哦。嘿，这有证据。应该是我无爱对伊去啊。无啦，讲清楚。做伙去看风景较水。好，谢谢你，感谢。今仔日这2个路线拢足介意的。嘿啊，佫有加分题。嘿啊，我甲你讲哦，安这吼铁马骑，才过来骑重机啦，因为重机爱豆吹嘛。对啦。嘛爱趁钱啦，才有钱的才买啦。因为淡薄仔较贵啦。买啦。恁的故事，互阮大家嘛听了足欢喜。对啊，谢谢，感谢。无管是爱骑重机，还是铁马呢，拢是足好的熟悉一片土地的方法。观众朋友，你选倒一个呢？拢好，嘿，大家做伙出去佚佗，咱后就来相会，谢谢大家。再会。